啊。即时礼拜就要开始，请咱若有揸手机仔的兄弟，会当暂时关机，也是调整震动的模式吼，互咱有一个好的礼拜品质。请走甲。全地啊，着对上主来欢呼，着欢欢喜喜来敬拜上主，着唱赞美的诗歌来到伊面前，着知上主是上帝，伊创造咱，咱属伊，咱是伊的子民，是伊牧养的羊群，着用感谢进入伊圣殿的门，着用颂赞进入伊的殿院，着感谢伊，称赞伊的名。亲爱兄弟姊妹，这时请咱同心来吟圣诗第303首。主，我要学乐你，请起立吟全首。
愿听着用许多圣经来告白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流胎，对十世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彼拉多任内受苦，定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伫死人中复活，上天，搭坐伫全能的父上帝的大屏，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上空洞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赦免，肉体复活，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这时，请咱同心来交托启应文，启应文第33篇，诗篇139。上主啊，你有监察我、捌我。我的一举一动，你拢知。做声，对真远，你嘛会看出我的心思。我行路，我休困，你拢在看。我的所行所做，你嘛拢知。上主啊，我还袂开喙。你已经知我要讲什么。你伫我的前后照顾我。你亲手保护我。你的财物遐尼奇妙，遐尼高深，超过我的了解。去倒位，我才会当逃避你。走到倒位，我才会当逃闪你。我若爬上天，你伫遐；我若落阴间，你嘛伫遐。我若飞到日出这边，还是去到日落迄边，就若伫遐，你的手嘛会引带我。你的正手嘛会扶持我。我若求黑暗甲我扛起来，叫暗暝甲我压榨。对你来讲，黑暗无算是暗。暗时亲像你是遐尼光。做声，对你来讲，黑暗甲光明拢共款。上帝啊，你的意念实在真好了解。你的心思实在袂算伫。我若要算，比海沙较侪。若算袂了，嘛袂当透彻你的奥妙。上帝啊，求你监察我，知我的心思。考验我，知我的意念。求你指点我，互我无歹行为。带我行永远的道路。这时，请咱同心压头来祈祷。至圣的天父，疼痛的上帝，阮感谢你极大的恩典甲怜悯，看顾保守阮每一人，甲阮的家庭拢会当平安，也赏赐互阮日常所欠用一切，互阮无欠用一件。尤其阮的大牧者，有时伫生活中，阮逐人也会亲像牛氓软弱的羊共款来迷路，行家己爱行的路，直到阮的思想是行为有侪的偏差失错。
离开主你的面，求主赦免阮的罪，求主保惠搁一届来洁净阮，互阮会当搁一届转来到主你的面前。恳求主你的圣神即时来光照阮每一人的内心，互阮用谦卑顺坦的心来就近你。主啊，阮即时要来领受你通过圣经、通过牧师所讲的道，阮所要表达迄个水搁好的旨意。求主帮助阮，互阮会当活伫你的光明中，继续来享受、领受对你所来的疼甲恩典。阮将下面聚会一切时间拢交托伫主你的手中，求主引带。祈祷拢是奉靠耶稣基督圣尊名，阿门。即时，咱要来听上帝的话，记载伫圣经约翰福音第21章15到18节。15节，因食早顿了后，耶稣问西门彼得：约翰的囝西门，你有听我赢过食的无？伊应讲：主啊，有。你知我有听你。耶稣甲伊讲：养饲我的羊仔囝。耶稣第二摆问伊讲：约翰的囝西门，你有听我无？伊应讲：主啊，有。你知我有听你。耶稣甲伊讲：牧养我的羊。耶稣第三摆甲伊问：约翰的囝西门，你有听我无？彼得因为耶稣第三摆问讲：你有听我无？就真伤心，甲耶稣讲：主啊，你逐项拢知，你知我有听你。耶稣就甲伊讲：养饲我的羊。我实实在在甲你讲，你少年的时，家己下腰带去爱去的所在；毋讲年老的时，你会伸双手互人绑，甲你拖到你无爱去的所在。愿上帝赐福听谈伊的话，佮安去行的人。即时，青少年团体要用新的意向、新的方向，这首诗来带领咱敬拜。
下本堂牧师林耀新牧师要用心得心做讲题来替咱讲道。兄弟平安，咱真感谢青少年团体因的服侍帮助咱，互咱会通伫新的一年来开始咱就来自信伫主，互咱有新的意向、较新的方向会通伫新的一年开始，咱就来自信伫咱的主，伊所交托咱的，咱同心来祈祷。稳定的主，阮满心感谢你，伫主你成的主日，你搁一届来呼召阮来到伫主你的面前。愿你的圣神即时运行伫阮的会中，主你家己照着你家己的话语来启发阮，互阮会通来看见主你话语中的亮光，也帮助阮伫阮搁过来阮的生活中。阮真正会通照着主你所教示的来行，愿你亲自感动阮今仔日的所献，阮今仔日的礼拜对头到落尾，拢得到主你圣神的引带甲带领，也感动阮今仔日所献。祈祷靠主基督圣名，阿免。主耶稣伊伫咧传福音的时阵有一个律法教师捌来安尼来试探耶稣，就问伊讲老师伫咧即个律法册顶面即个诫命倒一条是上大的？耶稣就对因讲伊讲你着专心专情专意听主你的上帝，这是上大个第一个诫命，第二个嘛相款着听厝边亲像家己。全部律法甲先知的教示，拢用这两条做根据。这也就是伫咧咱，不管是咱伫咧咱的圣诗也好，咱家己也拢有个人拢背较真熟吼。即马这是用迄个新版现代台语译本所翻译的。不管咱用什么款的方式来记，咱就会记，咱就通看见就是。伫即个所在，咱通真清楚知影，迄个听是上帝对咱所有命令的一个总结。咱进前捌有安尼来谈过，就是要遵行即个听的即个命令就是爱用着即个咱讲着爱用着即个清气的心清白的良心，甲着即个纯真的即个信心来达成。这三个层面要来安尼看见咱到底敢有对上帝来用心？用心那是干那讲耶稣伊对咱对伊的要求，嘛是咱伫咧即个服侍中间，咱应该有的一个迄个态度。用心的即个服侍，才会通安尼得到安尼迄个人的心，也才会通得到耶稣的欢喜。甲得到主的帮助，人安尼较无迄个真的爱，真爱，上帝因为爱，因为听来做咱每一个人，上帝用到迄个听，也来满足咱每一个人的心。所以上帝伊做人上重要的一个，咱会讲器官也好，实际上，这个器官佫是看袂到的，就是咱的心。因为圣经内面就甲咱讲，一生的果效由心发出当圣神点伫咱的心内的时阵，圣神就将上帝听，安尼怎安尼浇灌，安尼怎安尼灌压伫咱的心的内面。当咱用着迄个心来倚靠着圣神，领受上帝听的时阵，用心。来安尼讲分享即个真的听，即个真的听，才有法度真正来满足人的迄个需要，搁来安尼讲彰显上帝的荣光。同款，当咱安尼伫遐用着迄个讲，咱用着真实的心来对待人的时阵，才会通安尼得到人的心，迄个奇妙的迄个。不管是咱一寡咱所拄着这奇妙的这新嘢也好，也是做这精彩的节目，以及
安尼真有能力的迄款的迄个教导讲道，拢只有干那会通安尼赢着安尼一寡人的即个会众，只有安尼用着真实用心，安尼才有法度安尼来进入人的内面，来满足人的迄个需要搁安怎？哎呀，安尼讲毫无保留，安尼无保留为着人来牺牲，才有法度来得到人的心。咱伫咧圣经内面，咱通看见上帝，伊伫咧爱咱用着心，所以当主耶稣伊来到伫即个世间咧服侍的时阵，耶稣伊甲着即个法利赛人的迄个侍奉是一个无共款。伊迄个无共款到底是伫啥物所在？因咱咧讲。因遮个法利赛人，因虽然嘛是共款用着上帝话伫遐来教示人，但是为什么耶稣有法度去赢着侪人的迄个心，互因愿意安尼放下因所有的来跟对耶稣？但是遮个法利赛人却是无法度。一个真要紧、真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耶稣用着真诚、用心来对待人但是遮个法利赛人，因却是安尼讲骄傲，认为因家己甲着别人无共款所以因甚至因认为讲因家己高人一等甲人从开始产生了侪的即个计例，只有用着头脑将即个律法或者个规条规例来伫迄个所在来教示人。爱人遵守，连因家己就无法度遵守的这个条例。耶稣毋若是将圣殿内面安尼伫咧圣殿内面用着这个迄落话语伫遐咧教示人，伊伫迄个中间，伊行入去人群的中间，用伊的用心伫迄个所在伫遐来服侍人。伊伫遐来用心来伫遐来安尼接触人，用心伫遐来建立迄个关系，佮用着伊安尼满满的疼心伫遐来满足人的需要，也佮伫迄个中间，伊伫遐安尼用心来表达上帝的疼，佮安尼爱要来互遮个伊所服侍的人会通得到上帝的疼。耶稣伫迄个所在，伊伫遐来接纳遐有罪的人。甲着遮个悲伤的人伫遐来同悲伤，也甲着医治遐个安尼有病的佮伫遐讨放安尼，互遐个安尼撒旦安尼合罪的遮个人。耶稣伊伫遐来用心伫遐来服侍，就安尼得到人用心来伫迄个所在对伊来回应。亲像咱伫咧圣经内面，咱通看见就是即个撒该。即个亚撒该伊伫咧所在，伊安尼得到迄落安尼，当耶稣来伫遐服侍伊的时阵，伊伫遐原底伊本底是受到摆脱的，结果伊因为耶稣接纳伊，伊就伫遐对主讲主啊，我要摕财产的一半来赈济善车人，我若有甲人变钱，要4倍来还伊。所以咱就通看见讲，当人咱用着心来对待人的时阵，人的心嘛要得到改变。咱通看见即个亚撒该原底本底是一个抽象的，讲抽税伊金钱对伊来讲是应该是对伊来讲是看真重的，但是当耶稣来接纳伊了，伊欢喜来将伊的财产一半来赠济人，伊也佫愿意伊原底本底共变的钱，伊要4倍来还人。所以咱就通看见讲，当人的迄个心被触动的时阵，伊被接纳的时阵，伊的迄个心来得到天开，伊伫迄个所在，伊欢喜来将伊原底本底看做要紧的，当即个时阵，伊欢喜来放下遮个，来跟对耶稣。另外一个真清楚的例，就是另外一位，就是玛利亚。即个马大拉母尼啊，伊伫遐伊欢喜用着即个香膏伫遐香油伫遐来抹耶稣，正是因为耶稣伫迄中间来服侍遮个证人，伊伫遐原底本底安尼受到摆脱，受到拒绝，当耶稣接纳伊，伊欢喜来用着迄个安尼真贵重的即个真力达香油伫遐来安尼来抹耶稣的骹。
佮用到伊家己的头毛来伫遐来甲伊拭落焦。咱就会通看见，当人安尼迄个得到迄个真心的迄种的安尼的对待的时阵，伊嘛用着伊的真心来回应。所以进前以前牧师伫遐咧牧会的时阵，拢真期待讲这个教会内面安尼会通安尼有真济遮的会友。但是后来渐渐安尼，互我会通搁一摆来得到安尼搁较侪的体会，就是迄个得到心比得到人搁要紧。迄个真正，迄个讲安尼，互人有法度去感受到的是迄个真实的迄个用心来对待，才有法度真正去得到即个人。所以上帝话如果若真做，只有干那财物是无安尼道路的，是行袂出去的。只有即个真理安尼讲，安尼化作咱的性命才是真做有出路。当咱用着咱的头脑伫遐来传讲着这个财物的时阵，这个财物只是干那安尼讲表面的这个义句，的这个人物。只有用心来伫遐来分享着即个性命的时阵，即个性命是一个属灵观念的一个安尼讲晓悟，迄个性命就要带出迄个出路。伫咧中间，真理就要进入人的即个心中，伫遐来转化做安尼讲转化，成做咱的性命，就会用咱才有法度用着咱的心来伫遐来分享迄个对上帝来迄款安尼的性命。所以咱就通看见迄个用心是才有法度来得到心的一个真要紧的一个咱讲动力。所以咱用心毋若是干那，互咱会通来得到安尼得到人的心，用心也要互咱会有法度去影响别人的心。所以真侪时阵咱伫咧服侍别人的时阵，咱会通看见一个现象，就是咱看见咱的兄弟、咱的姊妹的中间伊有一寡伊伫咧生命内面有需要改变的。咱有当时咱看到，咱感觉讲伊需要改变，咱伫迄中间，咱伫遐安尼期待伊改变，咱嘛用尽气力要来改变。但是咱会发现，事实上安尼迄种咱所出的迄块气力有当时咱讲那像无法度有做任何的即个果效，因为当咱伫遐要改变人的时阵，咱会发现咱的迄个影响力非常的小。只有咱伫遐来安尼用着心来安尼甲伊建立迄个关系，互伊伫咧中间真清楚知影咱伫迄个所在，咱听伊的时阵，伊才有法度伫遐来圣神做工伫迄中间来改变伊的心。所以咱彼此用心，才有法度互人的有法度甲人的迄个心灵伫迄个中间会彼此来相通。甲着即个，咱安尼讲，咱有法度甲人的迄个心，有法度来安尼讲相契合。要用心才有法度诚做迄个，咱讲伫咧教会内面也好，伫咧咱的厝的内面也好，伫咧你的安尼厝边头尾也好，只有用着心才有法度诚做一个咱讲知心的即个好朋友，也是讲好的安尼家人。咱会通也会通安尼透过着今仔日耶稣伊今仔日咱的即个经文内面，即个耶稣的即个模范，耶稣怎样来得到这个门徒的心？当耶稣伊被掠安尼受审要上十字架的时阵，所有的这个门徒拢非常的惊吓，因伫咧中间安尼惊甲赶紧走去灭，拢离开耶稣远。甚至安尼伫咧捌甲着耶稣安尼伫遐安尼同齐伫遐安尼讲伫遐传福音的即个彼得，伊伫遐伊怎样对耶稣讲？伊伫遐讲安尼迄个别人离开你，我决断无离开你。但是耶稣确实对伊讲你要3摆无安尼毋认我。所以当耶稣安尼面对着这个审判时阵，彼得伫迄中间3摆无认主，直到伫遐假提的时阵，伊伫遐安尼
真见笑啊！伫遐安尼毋知要怎样好诶时阵，耶稣后来伫咧过活了，伊就教着遮个门徒伫遐相见。耶稣怎样来对待遮个门徒？伊毋是安尼伫遐责备遮个门徒对伊所做，乃是伫咧中间啊，耶稣知影即个门徒因当时啊安尼非常的惊，因为耶稣知影人的即个性情，所以2摆伫迄个中间来对因讲愿恁平安。即个代志了后，咱会通看见，咱若看到伫约翰福音内面，咱就通看见，即个门徒并无。当耶稣甲因讲愿恁平安了，因无怎转来到伫遐军队耶稣伫遐咧来服侍耶稣，反转去做啥代志？转去掠鱼。咱就通看见因伫遐共款，安尼虽然安尼3年外伫遐咧军队耶稣，结果却是伫咧当耶稣安尼去用钉十字架，佮后来佮活了，因。犹原阁转去较伫原地本地迄个旧城共款，因阁转去掠鱼，因无伫遐照着耶稣原地本地所交托因的，因伫遐结果因伫遐安尼落落伫遐安尼规暝伫遐掠鱼，结果无掠着啥物。耶稣阁一摆来遇着遮门徒来显现，而且耶稣无因为遮门徒所行的遮代志来伫遐责备因。反倒体贴门徒的需要，问伊讲安那，恁有食无？你们有没有吃的？你们有吃的没有？所以了，当这个代志了，耶稣才问彼得讲：你有听我无？3摆好认耶稣的这个彼得，伊本地应该受到这个耶稣的责备。却是得到耶稣搁一摆对伊的迄款安尼的接纳，毋然安尼，搁对伊的迄款的信任，甲着对伊的肯定，就是耶稣将伊的样仔来交互彼得。这是规个即个咱讲记载内面安尼耶稣甲彼得的即个对话。但是咱若是对约翰福音的21章内面，咱会通看见。其实，伫咧即个记载，即个记事是啥物人？是迄个使徒约翰。虽然约翰伊伫咧伊年轻的时阵伊真爱安尼伫遐安尼争讲啥物人要做大。伊甚至捌安尼伫遐要求着耶稣，伫咧当耶稣得着国的时阵安怎？讲互伊甲伊的迄个兄弟安德烈，迄个雅各。伫迄个中间一人坐正边，一个人坐倒边，有无？耶稣伊伫迄个中间怎样对因讲？讲恁所求的，毋是我会通互恁的。伫咧即个约翰伊的迄个心思咱来讲安尼会通讲，实在是伫咧迄个时阵，伊军队耶稣的时阵，伊所想的只有干那家己的即个需要。结果就得罪了侪其他的门徒真不满即个约翰甲着即个雅各。事实上，咱嘛会通看见，咱若对圣经内面的记载，咱就通知影，约翰虽然是遮个使徒内面活了上久的，但是伊的兄弟雅各却是第一个为着主来伫遐安尼，咱讲。顺道的，咱就通知影讲，咱要伫主的面前要得到什么货，毋是咱会通，迄是主，迄是爸安尼，伊的权柄。所以耶稣伫咧迄个时阵，伊只有干伫遐来教导着即群或者个安尼真爱竞争，伫遐比较或者个门徒。伊伫遐讲恁中间啥物人要愿意做大，就做迄落别人的奴仆。即个使徒约翰，当伊经历着耶稣伊的迄个死搁活搁显现了后，即个约翰伊的性命渐渐来得到成熟。伊过去是一个安尼只有家己
满满的需要的即个性命，后来变成做一个真谦卑、充满疼的即个使徒。所以约翰伊后来被称作迄个疼的即个使徒。伫咧伊所讲的，遮不管是伫咧约翰福音内面也好，伫咧约翰一书、二书、三书，甚至到启示录内面，拢讲起着迄个满满的疼。过去迄个安尼拢动物，咱安尼较袂着，就伫迄个所在发脾气的一个约翰。但伫咧耶稣伊伫咧最后晚餐的时阵，伊是迄位安尼搭伫咧耶稣的安尼行程，安尼去听到耶稣心跳的即个温度，嘛是迄个耶稣伊伫咧顶伫咧十字架顶的时阵，将伊的老母交托的即个温度。当伊伫咧写即段即个彼得甲着耶稣伫咧即个提比利亚海，伫迄个所在的迄个海边的对话的时阵，伊伫迄个中间迄个伫咧字里行间内面，是只有迄个满满的迄个疼，无阁有安尼比较竞争，伫遐要意爱要做老大安尼迄款，伫咧迄个经文内面，咱就会通看见，迄个中间迄个只有敢若满满的疼。即段伫咧记载着彼得甲着耶稣的即个事迹，落尾手。咱也通伫咧即个四福音内面，咱就通看见，这是干那伫咧约翰福音唯一有记载的一个经段。也就是讲，约翰伊伫咧即个第一手的即个迄个故，伊将即个第一手的即个故事，伊甚至是迄个第一个迄个现场的即个目击者，带着迄个无有家己的迄个性命，伫咧圣神的引带内面，伊伫遐来将即个故事写落来。我伫咧即个技术内面，咱会通看见迄个生命得到真大改变的第二个人物就是咱今仔日所讲的即位彼得。伊伫咧两礼拜前的时阵伫咧即个炭火边彼得捌伫遐大声伫遐来呼认三遍呼认伊认捌主耶稣。当伊伫咧认捌着主耶稣，伊伫遐三摆呼认认捌主耶稣了，当主耶稣安尼转身过来看见彼得的时阵，彼得伊就想起了主对伊所讲的话，讲当迄个鸡叫进前，你要三摆无认我，伊就安尼出去外面伫遐迄个讲伫遐啼哭。即个安尼迄个情景。是彼得甲着即个主耶稣会通讲一个真，伫咧因彼得的生命内面一个安尼讲一生一痛，一个安尼捌三遍呼认主的人，即个时阵伊面对主耶稣，伊敢有法度搁一摆得到主的信任？咱会通知影答案是肯定的。当彼得三摆对主讲：“主啊，你知我听你。”主耶稣就将伊即个看做伊上要紧、上重要的样，也就是牧养教会即个安尼重任，来怎安尼来托付互即个彼得，表明伊已经安尼完全伫迄个中间来赦免迄个了解着即个彼得，搁较表明耶稣伊迄款的听是一个安尼讲。然后很久忍耐，迄个真久长的迄款安尼的疼，伊捌安尼伫遐来教导着彼得伊伫遐讲着安怎讲，你了解人应该有70遍，所以每一届伊所带来迄个对上帝来的迄款安尼迄个疼，带来迄款安尼望，安尼才安尼讲，互伊才有法度讲疼会落去。耶稣并毋是因为彼得安尼捌用三摆来呼认伊，所以特别来问彼得安尼，彼得有机会三摆来伫来表明伊听主的迄个心。耶稣伊问彼得问题，毋是讲你爱养我无，乃是伫迄个中间伫遐讲起讲你有听我无？因为耶稣真清楚、真知影咱袂跋倒的一个真要紧的关键，就是
咱甲主耶稣之间迄个疼的迄款的关系，到底是甚物款的关系？就较亲像讲，咱中间咱有侪人，咱有即个嫁查某囝的即个经验。我毋知影讲，咱过去你伫咧面对着你的囝婿的时阵，你安怎来甲你安怎来问你即个囝婿？你是问讲你疼我的查某囝吗？还是你佫较要紧的是讲你有疼主嘛？我想有个人若去当牧师安尼问的时阵，恁可能会接一条。但是咱爱知影的就是人的疼是无够个，是无可靠。人的疼安尼落尾手，安尼讲会有无够个，会曲折。只有上帝的疼，才是迄个永远的迄款的疼。所以耶稣伊伫遐，伊真心伫遐来听伊门徒，伊一遍搁一摆安尼，互这门徒互因机会，伊就伫咧中间来得到门徒的心，搁影响着安尼，影响了即个门徒因的迄个性命。伫咧耶稣伊上天了门徒因就伫咧中间，因伫遐心甘情愿、欢喜伫遐倒来伫遐安尼来效法即个主耶稣，为着耶稣的名欢喜来伫遐来为主的名来顺道，就安尼将即个福音安尼来甲伊摊开去。如果耶稣无有得到门徒的心，安尼即个耶稣伊伫咧3年半对门徒的即个培养咱讲就了然。所以弟兄兄弟，主耶稣为着咱安尼会通讲立了一个真好的一个模范，就是当别人伫遐安尼遭遇安尼困难是伫遐受苦的时阵，迄是一个得到人的心的一个机会。当人安尼避着即个病痛，伫遐来受着折磨，伫迄个所在，甚至安尼讲受着即个魔鬼撒旦的迄个压制时阵，耶稣就医治好因，讨帮因，就得到因的心。伫咧别人犯错的时阵，伫咧人失败的时阵，是一个咱要得到人的心一个真要紧的机会。当彼得伫遐来犯错，伊伫遐否认耶稣的时阵，耶稣伫迄个所在，伊无做其他的代志，伊只有独独接纳彼得，得到就安尼来得到彼得的心。所以一个人感觉到伊被爱，伊才会愿意伫咧中间来得到改变。伊伫遐安尼，才会法度，互人安尼欢喜，用着心去疼另外一位人。所以疼人的表现有4个方面。第一个表现就是用心来伫遐来接纳人。伫迄个中间，第二个，咱伫咧即个用心接纳人的时阵，当咱接纳别人伊的，咱讲伊的特点、伊的特点，甚至伊的缺点，咱拢欢喜伫咧中间来接纳的时阵，你就要得到即个人。当咱伫遐用着心伫遐来了解人的时阵，咱了解即个人伊所讲的即个安尼讲，伊所讲的话，即个迄个讲毋对的话，也是伊做毋对的代志的时阵，咱用心伫遐来了解伊的时阵，你就要得到即个人，你就要将即个人甲挽回转来。当你伫遐用着心来伫遐尊重人的时阵，尊重别人的即个判断，尊重别人伊的能力，伊所做的决定，伊所做的即个代志的即个结果，并毋是伫咧人的面前只有安尼伫咧咱讲人前会迄个尊重安尼那尔，乃是真正用心伫遐来尊重，不管伊所行所做，伊做对还是做毋对，咱拢伫迄个中间来伫遐来欢喜来尊重即个人伊所做的决定，因为迄是伊的决定。咱伫咧即个拜祀的即个即个小组内面，牧师也才有伫遐分享。咱人的一生内面，咱拢是不断伫咧一个咱讲伫咧 Y 字形的即个道路面顶，伫遐咧做选择。咱的人生是不断的选择，你要选择行家己的路，是要选择上帝所交托你的路。当你伫遐来选择欢喜来选择的时阵，你要产生无共款的结果。
也要得到无共款的祝福。第四，咱伫咧中间，咱要用心来伫遐来服侍人，咱应该是处着奴仆的即个形象，做奴仆为着人来牺牲、来付出，满足人的迄款的欠缺甲需要。共款，迄个中间翁仔某嘛共款，夫妻用心伫遐来彼此来相听。咱会通看见着咱最近即阵尤其即马即个网络的即个世代侪人。迄个翁仔某，我毋知你捌看过无？翁仔某伫咧眠床顶，彼此用着手机，伫遐咧讲明天要做什么事情。我毋知你捌看过无？一个你的枕边人，就伫咧你的边仔，你无法度直接对伊讲，你要用着手机对伊讲话。安尼的时阵，迄敢是真正是一个相听的表现。同款伫咧亲子之间，咱有真正用心来去彼此来相听无？咱做父母的，咱有真用心去体会咱的儿女因的心到底咧想啥物？同款，咱的兄弟姊妹，咱有伫咧中间彼此来伫遐来相听，伫遐来了解咱的兄弟姊妹伫因的中间的需要。是咱时常用着咱的迄款的想法，咱的认知去看待咱的对方。当咱真正真用心去体会去关心、去了解着对方的时阵，你就要得到对方的心。所以耶稣伊的模范是一个什么款的模范？是一个咱讲以心得心以心传心的一个安尼的模范。伊伫迄个中间，伊伫遐来安尼。拢传递着迄个心就是伊伫迄个中间来安尼讲传达着伊的迄个命令。耶稣用着伊的心来听咱，伊将伊的性命安尼就安尼来分享互咱，互咱直到因为咱有对主来的迄款的听，咱就来安尼，咱的性命就安尼来得到活起来。咱最近咱伫遐面对着这个 COVID-19 的这个病毒。这个病毒，这个传染病是要叫人死。基督徒伫遐咧，安尼咱讲伫遐咧传递这个命的时阵，是要叫人来得到活。佫毋是干那要性命得到活，是要得到迄个永远活的迄款的性命。当咱用心来伫遐来接触人，伫遐来听人，伫迄个中间来影响人的时阵，咱就将迄个耶稣迄款伊家己迄个原底本地迄个看无家己迄款的性命来安尼分享互人，就人伊也要因为安尼来得到主的活命。所以求主帮助咱，互咱伫咧新的一年，咱真正会通更较熬看无家己，咱用着咱的心来去。听从咱四周围咱的人，不管伊是啥物款的态度来对待你，咱知影咱所面对的每一个人，伊拢有耶稣的形象，佮咱所做的每一样代志，咱应该拢是叫做讲，我所做拢是为主来做，就咱的迄个，咱要得到这个人，也要得到主的心，就咱有法度伫主的面前伫遐，互当主过来的时阵，咱有法度伫主的面前安尼徛停伫遐，得到主的称赞，讲好，佮尽忠的奴仆。所以求主帮助咱，牧师也共款准备两个题目，咱来好好来去想。耶稣甲着即个法利赛人的服侍，拢是用着上帝话伫遐来教示人。因的无共款的所在是伫咧啥物所在？咱的服侍，咱的奉事有学习耶稣的迄个款式无？第二，就是耶稣伊怎样来得到即个温度的心？咱有欢喜，咱有愿意要用着耶稣基督迄款的心来为主来得到人嘛？求主帮助咱，互咱伫咧即个新的一年，咱会通有一个新的开始。咱也要真正活出主爱咱活出迄款款式，是照着主伊的模范，咱照安尼来效法来行出来。咱同心来祈祷。阮的主，阮满心感谢你，
照着主你丰盛恩典，主你搁一摆来提醒阮，主阮需要搁较济来看无家己，为着要互主你真正用着你的迄个模范来画出主你要阮画出迄款的款式，来对待阮四周围的每一个人，为着要得到阮四周围人，不管伊是我厝内的人，是我四周围厝边，是我伫公司工作或者的同伴，我的遮个好朋友，因为当我欢喜照着主的款式来活的时阵，主阮就要得到遮个人。阮毋若甲因要有好的关系，阮也要因为甲因有好的关系，因看见阮的性命，就要将一切荣光归伫你，也要甲阮同款来欢喜来进入伫主你的国度内面，也愿你圣神不断来引带阮、带领阮，互阮会通真实活出主你爱阮活出迄款安尼的生命。求主怜悯阮、帮助阮，祈祷拢上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免。这是咱来吟回应的诗，圣诗第385首，人生风暴扰动无停，请起立吟全首。今仔日是十一奉献主日，请咱用感恩的心来回应上帝的疼。只是阮到主上帝。耶和华，你是天地的主宰，佮有荣光、威严、能力甲德性。天若伫天顶地下，拢是你所创造。耶和华，国是你的，万物拢对你来。你互人智慧、快乐甲性命，
想事拢出伫你的手。我的上帝，但愿感谢你，学到你极大的荣光。我是甚物，竟然会安尼奉献？因为阮伫你的面前是活着人，是假卡的。阮伫世间的日子，亲像影，无通望长长伫地。耶和华阮的上帝，万物拢对你来，阮欢喜将你所赐的献互你。真侪，这是咱的感恩奉献，请张方美珍执事、吴承安执事来书献。好，请坐。下面咱来看今仔日的金句哈，咱做伙来读。我实实在在甲你讲，你少年的时，家己下腰大去爱去的所在，毋过年老的时，你会伸双手互人捌，甲你拖到你无爱去的所在。
约翰福音第21章18节。好，咱即时来欢迎新的朋友，毋知今敢有新的朋友来到咱中间，也是有第一摆来的，请你会当徛起来，互阮认捌一下，有无？好，咱拢好，拢有来过吼。好，咱来看本周的报告事项。本周的服侍吼，请咱大家过目吼。会计报告也请咱大家过目。若是有出入，请向办公室来做更正吼。好，咱先来看报告事项。第一点，本主日是11奉献主日，请咱用感恩的心来奉献，回应上帝的恩典。第二点，下主日礼拜后召开主日学教员会，请同工备办心。第三点，下主日学教员会了后，请所有的长职会当留来参加长职分区分组的关怀培训。第四点，2月1号拜二是农历正月初一吼，上午是9点半举行新春清社礼拜，是合堂的吼。请欢迎兄弟伫新春的开始，就会当全家来领受上帝的祝福。具体的消息，第一点，1月10日吼，拜一上午11点，更生团契要审查2021年的决选甲明年的预算，林牧师要出席参加。第二点，1月15日拜六上午11点，南区的师母甲会长的联席会吼，那比爱会长甲林牧师要代表参加吼。好，顶周的出席奉献报告也请咱大家过目。吼若是有本周甲来周有服侍安排兄弟，也请咱提早来备办心吼。好，即时咱要请咱大家来压头来祈祷。至圣的天父，疼痛的上帝，阮感谢你，因为你互阮基督徒上大的一个权柄，就是阮会当替人祈祷。不但是为着家己祈祷，也会当顾念阮身边周围人，顾念阮的国家。主啊，感谢你看顾保守阮台湾，目前疫情会当控制住。总是当阮看到电视的新闻，看到全世界的疫情，阮实在是为着这其他疫情真猖狂的这国家来祈祷，求主看顾保守这已经染病的百姓，求主互因会当得到医治。也求主帮助各国的政府，会当来协助因，会当来预防这个 COVID-19 的传播。主啊，拄到伫要来的农历新年，阮知有真侪人会对国外转来台湾过年，也求主帮助阮的政府，帮助阮每一位百姓，会当做好防疫的措施，互阮会当平安来经过这个新年。主啊，阮感谢你。进入新的一年，阮教会每一个团契、每一个团体、每一个组织，拢有要推动的事工。主啊，阮这一切事工，拢是要互阮每一位兄弟姊妹，会当伫教会中有更加好的学习，更加好对上帝的认捌。主啊，求你帮助阮每一位同工，帮助阮的牧者，帮助阮的长职，帮助阮每一位兄弟姊妹，互阮伫这新的一年内面，因为事工有上帝你
加添阮智慧、聪明、气力，互阮会当顺利来推动。至圣的天父，阮感谢你，因为阮知你互阮权柄，会当来替患病的人来祈祷。主啊，即时阮也为着阮教会中需要医治的兄弟来祈祷。主啊，愿你来看顾、保守，愿你伸出你大能的圣手来医治王一楠医治曾正润。主啊，愿你帮助因，也好已经手术了后，一定你恢复的兄弟会当早一日康复。阮将陈清慧老师来交托伫你的手中，愿主特别来看顾。主啊，也特别为着阮每一人来祈祷。主啊，愿你赏赐互阮有喜乐的心，伫每一日中来仰望你。愿咱的祈祷、恳求，拢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这时，咱要来吟线会诗，圣诗第395首。至圣天父，感谢你。吟诗线，咱请牧师来祝祷，请起立。至圣天父，我感谢你，因为我你所记，心内最后的你面前，对主不会大地深情，我你所要我表情你，你我亲爱给我给情，天赐的爱最后保佑，因错人别分离求，我们是所记住就好，从头的人所应快乐，相信做个稳当家，愿幸福之眼更美妙。阮的主，我满心感谢你，晓得祝你丰盛稳定，祝你赏赐你的话语伫阮的心内，也刻将这话语来刻定伫阮的心内，来成做阮的帮助甲快乐，互阮伫过来的日子内面，祝阮欢喜，照着主你的话，阮用心来听主听人，互阮的性命不断来活出主你爱阮活出的款式，来互人侪人因为阮所结圣神的果子，来将一切荣光归伫你。但愿平安的上帝，家己互恁一尽正圣，高愿恁的神甲魂以及身躯，伫咱的主耶稣基督过来时，拢得到保全，无通嫌。了恁的是信实，伊也要正义。但愿主耶稣基督恩典，天父上帝的疼痛，圣神的相通，甲恁众人三个伫地，对即时直到世间的落尾。阿免。阿门，阿门，阿门。请坐。
啊，咱这个时阵，咱要来颁发迄个